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西藏之声邀请到 ESC 团队，也就是台湾境外战略沟通工作小组的成员，接受我们的访问。该团队花费2年的时间，制作了一款策略性游戏猎统战。游戏玩家能够扮演红军、犯贼、台湾、藏国、蒙古、维吾尔、香港、哈萨克、满洲等9个阵营，并根据阵营发展出不同的游戏策略。而在8月中旬 ，ESC 团队与台湾展开群众集资计划，截至目前已经募资超过800万台币。恭喜 ESC 团队！扎西点的刚刚请人打波酒，大家好，我们是 ESC 团队，很荣幸今天能够接受西藏之声的访问。我想请问一下，团队在制作逆统战这款游戏背后故事与宗旨。那首先来回答这个我们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的背后一些故事这样。那其实我们就是一群帮助台湾联络各种境外反共势力的志愿者，我们就是来自民间的人。我们把这种工作呢称为逆统战，也就是建立一道各民族对抗中共的统一战线。那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进行这样的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联络藏人社群。但是在资金上呢，是因为比较困难，工作不容易推展，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来用制作游戏的方式，一方面分享给大家我们的工作经验，还有一些战略的愿景，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来持续推动我们的工作。团队在设计这款游戏时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首先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中文名称的问题，因为近年有很多在台湾的藏人团体呢，都呼吁台湾人不要使用西藏这个称呼，而要改用吐蕃。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藏人的政府基于一些理由是没有采用吐蕃这个译名。因为官方使用的中文国名是西藏，也就是说西藏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那我们认为，既然要把藏人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就要尊重藏人政府所使用的官方称呼，至少要想出一个台湾跟西藏都能够接受的名称。那我们在帮藏人阵营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象说，如果今天台湾政府跟西藏的行政中央正式的建交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称呼藏人的国家才对呢？因为藏这个字常常被西藏流亡政府使用，比较没有争议，而且藏语里面本来就有藏这个字，是指卫藏这个地区。就我们的理解而言，中文是以藏这个字来代表康区和安多整个的国家民族，就像是中文会用荷兰来取代尼德兰，用英国来代称这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些名称在外交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我们就比较韩国、泰国、辽国等这种单音节国民的称呼方法，把游戏中的藏人阵营就命名为藏国，这样不但可以尊重西藏政府的用词，又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藏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很多台湾人不知道这件事，就会一直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藏国叫做吐蕃？我们就要一直解释，就说那个西藏人的政府其实不喜欢用吐蕃这个译名这样。再来就是设计藏国阵营的问题哦。那藏国的国徽到底要用什么颜色？我们其实一开始很难选哦，因为藏人是一个很多彩多姿的民族，那喜欢的颜色又非常多，像雪山狮子旗上面的颜色跟图案就很缤纷啊。那到底要选什么颜色来当做藏国阵营的代表色呢？那经过一番的挣扎与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选绿色，因为就雪狮的鬃毛是绿色的，而且藏青会的旗子
上面的主色也是绿色，所以最后代表藏族阵营的就是绿色。可否与我们分享在设计藏国人物角色背景设定时有哪些巧思？我们在设计藏国这个阵营的时候，真的花了非常大的心力哦，特别是在地图设计上。我们是把整个卫藏、安多以及康区都上成了白色，表示这些地方是大藏区的雪域，也就是会下雪的地方。那地图上还有拉萨、昌都、玉克这些大城镇，还有天柱、甘南、雅安这些偏东边的藏人聚居地，以及达拉敦、达旺、博卡拉、班拉库比这些在印度次大陆的藏人聚居地。地图上甚至也画了一个在缅甸北部的藏人村落，叫做达杭丹。密统战真的是巨细靡遗的把实际上的藏人世界搬到了游戏中哦，特别是在交通网络上，整个地理上的还原都非常的拟真。我想不只是桌游，应该从来就没有游戏对这个藏国做这么详细的设计。关于人物的部分，我想要特别的说明哦。当我们看着藏国的形象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角色有一男一女。那男性呢，他穿着红色的冬袍，是典型喇嘛的形象，他拿着一把火箭。而女性呢，是一个小女孩，她身上有火焰在哭泣的形象，还有一头雪狮哦。这其实有特殊的代表意涵。我们设计一男一女的角色，是用来代表在藏区的藏人以及流亡在外的藏人。那男性就是代表在藏区带领藏民抵抗殖民统治的宗教力量，所以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喇嘛的形象。那他手上的剑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火箭，这个火箭的形象呢，是参考泗水六纲卫教军，也就是康巴游击队他们军旗上的标志哦。而男主角把这一把文殊菩萨的火箭收在背后，这是代表说藏人在法王的教诲下，把武力抗争的途径给收藏起来，但是复国的决心与智慧都还在，并没有熄灭，所以它是一把着火的箭。那关于女角的部分呢，是参考这个印度当地的藏人学校制服来去画这个女学生的形象。这个女角是代表1959年以后在印度出生的藏人，这些流亡的藏人从来没有踏上过藏国的土地。那这个女学生的手上还有一只绑了这个五色绳子的熊猫吊饰。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说，熊猫是长在这个藏国康区的动物哦，所以猫熊其实不是中国的象征啊，其实它本来是这个藏国西藏的动物。还有一些其他跟文殊菩萨相关的意象哦，我们也有融入到卡牌的设计里。像是卡牌上有一个左轮手枪的造型，那个弹轮其实上面写的是藏文哦，上面写的是文殊菩萨心咒，就希望所有的玩家来学着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其中带有一些美好的寓意。关于藏国阵营的形象设计，不管是身上的火焰，或者是这个小女孩在流眼泪的样子，其实我们团队想要表达对藏区现状的愤怒啊。我们知道藏区有非常多未成年的小男生、小女生是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哦，就是因为非常的绝望，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抗争。我们对于这种现况真的很无法接受，而且也感到很悲伤，所以只好用这一个西藏阵营的设计来表示我们团队的感受。那关于这个女生的形象，就是说藏区境内同胞所感受到的痛苦，流亡的藏人也是一样感受到的。那为什么要画一头雪狮在中间呢？因为雪狮本来是传说中的生物，藏人在传统上描绘雪狮的方式是比较传统写意啊。那我们要把它写实化，变成一个具体的雪狮的时候就很困难。那画师就用了很大的功夫去决定雪狮要画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雪狮的嘴巴叼了一朵格桑花，格桑花的寓意是幸福。我们希望就是雪狮能够叼来格桑花，去安慰这些往生者，就引导这些人往生极乐。那也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说，有一首歌叫《刺人拉索》，这首歌在中文世界比较有名。那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打破一般人对藏人的刻板印象。那我们希望就是大家把藏国阵营的角色想象成一对兄妹，旁边的中文对白其实有点像哥哥跟妹妹说的话，就哥哥就跟妹妹说，身上的火不再烫了，然后伤痛就要过去了，陷入浊恶世的故乡就快要解脱了，我会带你回到我们父母亲的故乡。其实藏国阵营这一幅设计图是我们想要送给流亡藏人的礼物。透过 ESC 团队们的介绍，真的可以感受到你们光是藏国正义的设计就花费了很多的心力。我想请问一下，团队在阅读西藏历史现今状况的资料时，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关于西藏的历史我们团队想要说的是，其实很多受中文教育的人都不知道西藏噶萨在191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隔年，就已经发布了水牛年文告，宣布西藏独立。藏人早就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外交以及自己的国防力量。更少人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世界上少数明确表达过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的政府早在1959年3月时，台湾政府就已经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宣布支持藏人民族自决。在之后的半世纪，台湾政府都没有再去更动这一份声明也就是表示我们一直都是支持藏人的民族自决。ESC 团队觉得说，台湾现在的政府应该在195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支持藏人复国。我们知道很多藏人对台湾以前的蒙藏委员会印象不好，认为说蒙藏委员会都在吃藏人的豆腐，又没有照顾到在台湾藏人的福利但是这有一些历史脉络啦。因为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时，藏区还没有沦陷，所以逃过来台湾的就只有蒙古人，而没有藏人。这就会导致说，蒙藏委员会几十年来都是由蒙古人来主导的因此他的方针当然就是以保留蒙古文化为主就没有那么重视藏人。那目前台湾的蒙藏委员会已经废除了啦。那如果说要厘清台湾政府对藏区的态度，我们认为要回归到1959年台湾已经发表过的立场，就是我们1959年的时候发表过告西藏同胞书，支持藏人的民族自决，也支持藏人自己的国家定位。那台湾目前2020年的对藏政策不应该要比1959年更加落后。无论是从藏国的历史来看，或者是以台藏关系来看，我们团队都希望说，台湾应该要把藏国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并且有更积极的对藏政策。台湾应该要在达兰萨拉设立一个台湾代表处，这样不但承认了藏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台湾本身的宪政转型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对西藏的看法。关于 ESC 团队刚才提到的告西藏同胞书，我想很多藏人也不知道，原来台湾在1959年早就支持藏人民族自决了。也期待台湾政府能有更积极的对藏政策。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这款游戏在未来是否有计划出英文版本？没错，我们希望明年可以推出英文版，因为如果推出英文版的话呢，印度人也就可以接触这一款游戏。那我们相信这个游戏可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进而转化成现实中的政治力量。那真是一个好消息，藏人也能够通过英文版的发行接触逆统战这款游戏了。最后我想请问 ESC 团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话，透过我们的节目向境内外的藏人传达？
其实我们 ESC 团队同时参与跟了解了不同民族的抗争，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藏人在组织工作以及国家宣传上是比其他民族还要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藏人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并且还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当然，随着流亡的时间越长，复国的进展却有限，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无力感，甚至有一些迷惘或彷徨哦。但是最近呢，印度的藏人部队收复了拉达克的失土，那让我们就又开始有希望。其实我们认为，在达赖喇嘛尊者非暴力的坚持下，流亡藏人的社群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尝试努力的。中国政府透过很多武力以外的方式，去对世界各地的藏人进行渗透跟扰乱。其实这就是因为中国人非常了解情报的力量，他们可以透过情报去做很多事。流亡的藏人虽然并没有像中国雄厚的资金，但是藏人可以有系统的把各式各样已经有的管道消息汇整起来，特别是加强藏区境内与藏人的联系哦。这样就可以整合出一个自己的情报网，不但可以帮助藏人行政中央对中国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可以帮助印度政府做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并且避免内部遭到敌人的分化。这样的工作努力呢，是有累积性的哦。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就可以帮助藏人逐渐的累积智慧，战胜敌人。台湾的民间就很擅长进行这一类的情报工作，民间的警觉性很高，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很多的经验给藏人。另外就是台湾政府近年来推动新南向政策，对于台湾而言，藏人是台湾与印度世界沟通的宝贵桥梁。藏人可以帮助台湾人更了解印度，在印度发展，并且藏人如果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对手，无论是中共或是中共各省级政府、各单位、各团体，想要了解中共的思考方式、语言、文化等等，台湾人完全可以分享这些知识给流亡的藏人社群。那并且我们团队会持续的用贴近流行文化的宣传方式来进行这个抗争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这次就是透过桌游、透过漫画来进行网络宣传。如果藏人不熟悉这些宣传操作，我们也非常乐意就是帮藏人尽一份心力，以流行文化来宣导这个藏人的国家形象跟历史故事。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想对藏人说的话。以流行文化的宣传方式触及到年轻族群，透过了解西藏，进而支持西藏议题，这也是目前西藏抗争运动的活动人士可以学习的方向。很感谢 ESC 团队与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再次感谢 ESC 团队接受西藏之声的访问，也祝福你们的募资计划能够破1000万。这款游戏募资达900万将会启动电子游戏开发计划，并登上 Steam 平台。若募资破1000万，将会启动手游开发计划。观众与听众朋友可以到募资平台购买并支持逆统战游戏。